去年数03大地震了后，花莲县府有编10亿来发3000块的振兴券，予每一位县民使用，期限到2月底就要结束啊。不过目前估计还有6500万还未使用，县府就呼吁民众爱把握时间。这是花莲真出名的百货公司，前县府发振兴券了后，业绩是提升袂少。不过后来已经愈来愈少消费者使用振兴券，一直到最近2月28，使用的期限就要到啊。各有民众开始摕振兴券消费，因为大家其实用的差不多，然后是有些可能是店家或什么，他们还是有一些剩余的，然后就过来消费这样子。对，现在目前他每天还是会有收到一些。另外，在生活用品的方面，较会使用振兴券的农会、甲超商等等的卖场，嘛因为振兴券提悬袂少业绩。不过，即卖就要到期啊，凡到有人还未使用，拢会主动宣导。我们的收银同事呢，也都会在结账的时候善意的提醒，还记得还有振兴券吗？可以多多使用。县府讲，去年10月编10亿的预算，发予县民一个人3000块的振兴券，32万的县民统计总发落去的金额差不多9亿3000万，目前核销的是8亿6000万，估计还有差不多6500万还未使用，有使用的比率有到93%。我们会在2月28号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统计跟分析。那基本上到底这10亿带来的整体的经济的带动跟滚动，是达到是15亿呢，还是20亿呢？另外，点头提振兴券来金融机构换的日期，干到3月底为止。金融机构包括花莲一信、二信、甲国经农会，提醒民众振兴券过期了后，就袂当阁使用。公司新闻花莲报道。